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3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徐新蕊事件。前不久網上流傳一篇文章，這個文章描述說2017年一個成都的女大學生被莫名其妙送進了精神病醫院。這個一送進去就是8年，這是怎麼回事呢？成都女大學生徐新蕊在成都市成華區叫猛追灣街道圖書館工作，就是他大學畢業以後在那兒工作，因舉報社區黨委書記在圖書館打麻將賭博後被警方與街道人員強行送入成都康德精神病院，迄今已有8年。這個事情在網上一報道出來就一下就炸鍋了。你想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剛畢業，在社區圖書館工作，然後舉報她的領導社區書記在圖書館裡面聚眾打麻將賭博，然後她就被莫名其妙送到精神病醫院被精神病，然後就8年，一直到現在暗无天日。所以这个事情在网上就迅速发酵。那这个事情是怎麼捅出來的呢？據說是跟徐新蕊在同一個病房的一個病人，他出院以後找到了當時的有一個記者，這個記者也很出名記者叫吳懷軍，是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同時也是關注醫保基金安全的公益人士。這個吳懷軍他相關跟醫療方面的報道非常多，而且揭露了很多醫保方面的這些腐敗造假等等就是不光彩的一面。所以這個吳懷軍這個記者還是比較知名的，而且他是新華社恐怕正因為他在這個報道非法收治精神病，對吧？被精神病這一塊比較出名，所以這些從精神病醫院出來的病友申冤申訴，對吧？恐怕就找到他之後所以向他講述這個徐新蕊的近況，說徐新蕊在醫院裡表現出來是沒有病，一切正常，但是他沒有父母，對吧？父母雙亡，沒有直系親屬，他認為他自己是非法關押，呼籲外界救救他。這個事情被這個吳懷軍一報道以後那麼引起各界的關注，有很多媒體打電話或者前往這個成都這個醫院去調查，甚至還有律師自告奮勇前往當地精神病醫院以及相關單位詢問。但是關於徐新蕊情況是否屬實，目前身體狀態能否出院，終未得到詳細回復。網絡文章還介紹說由於徐新蕊父母雙亡，當地醫院還以需由送治方接回為由，就誰送治徐新蕊到精神病醫院的呢？是街道辦以及派出所，就是街道辦和派出所一起把這個徐新蕊送到精神病醫院的。那麼要接他出去呢，那還得街道辦和派出所。但是從11月份這個事情爆出來，到後來網上零星有人討論，有律師還有媒體人報道這個事情，但是很多文章很多報道都是秒刪就沒有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合力。昨天財新網刊登一篇報道，叫徐新蕊事件已成輿情，亟待回應。文章說近日成都徐新蕊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據網絡文章描述，2017年大學畢業不久說的就是這個徐新蕊他這個進入精神病醫院的這個前後過程。這個財新的文章說頗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雖然該事件已經在網絡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始終未看到當地的正式回應。究竟網絡所述情況是否屬實，有無出入？徐新蕊到底是真的遭人陷害，以致被關精神病院，也就是被精神病還是另有隱情？不管是為了給這個姑娘一個公道，亦或還社區書記以及相關人員一個清白，都應該有一個明確說法。積極回應社會熱點事件，不是地方政府的自選動作，而是中央的規定動作，也是踐行政務公開和強化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個財新網說雖然中央層面已有諸多類似規定，但是一旦遇到具體事件或輿情，不少地方往往還是一個拖字訣，各個部門往後躲。一方面是生怕自身成為眾矢之的，不敢直面，更遑論承擔責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本領恐慌，不知道怎麼合理應對。無論如何，這都沒有達到國家層面對政務公開和法治政府建設的起碼要求。不回應，輿情就不存在嗎？熱點事件就可以自行消失嗎？
網上有關徐新蕊事件的聲音多日不絕，已經給出了答案。說根據文章中去現場詢問的人員的描述，當地有關部門僅僅是搪塞了事，真相依然撲朔迷離。考慮到徐新蕊的父母雙亡，當地或者上級政府部門有責任積極推進啟動事件調查。當然說，如果網絡傳言含有諸多不實成分，亦或完全虛構，造謠傳謠者同樣應該受到法律懲處。不管怎樣，唯有盡快披露真相，方可平息各種猜疑或质疑，也唯有真相才可以还涉事各方以及社会一個站得住腳的說法。說長久的等待真相也是一種社會之痛。也許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已經着手調查此事，果真如此，公眾期待能盡快讀到一份真實、準確、完整的調查報告。這個財新網的這個報道啊，推波助瀾，也就是說以往啊，人家在網上質疑，那帖子很快就沒了。那財新網作為一個正規的媒體啊，也就是有影響力的媒體啊，對吧？他來發出這樣的一個聲音，一個督促吧，亟待回應，所以把這個聲音啊推到了一個高度吧，就是讓更多的人看到。實際上啊，在財新網報道之前，有社會各界人士啊都在關心關注這個事情，通過各種渠道啊在向上反映，有很多律師、很多記者，對吧？甚至還有自發前往的，到那個精神病医院，到当地的社区派出所去了解情況。也就是啊，徐新蕊這個事件牽動着很多人的心，這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啊，因為我們每個人最擔心的就是被精神病。實際上這個事情啊，我在前幾天我在網上就已經看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評論這個事情，因為我一直秉持的是啊，我不能聽一方的說法，就是我要把各方的說法放到一起，因为畢竟我不是直接調查的人，我也不掌握第一手資料，對吧？都是別人在網上透露的信息，只言片語，本來就不夠完整，而且很多人透露的信息啊，那都是有選擇的，就是選擇性的讓你知道什麼，甚至他有的是添油加醋，對吧？偏離了這個客觀事實，所以我們要關注，但是不能相信，就是不能毫無保留的採信，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另外一方他是怎麼說的，要有更多的信息啊。這個就像法官判案一樣，原告說完被告說，被告說完原告說，對吧？然後雙方在辯論，然後還有雙方的律師，這樣法官才能去理清啊整個案件。你光聽一方說你就來火了，那法官太好做了。所以今天啊，我看这個成都官方啊發了一個通報，12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聯合調查組發布情況通報，近期網傳徐某某，就是那個徐新蕊啊，疑因舉報社區書記賭博被送精神病院，引發輿論關注。成華區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迅速成立聯合調查組，依法依規開展全面核查。現將調查情況通報如下。那麼根據這個官方的調查通報啊，那我們對徐新蕊的這個個人情況那就詳細的多了啊。這個徐新蕊啊，1981年6月生，是個獨生子女，那很正常啊。80年代的獨生子女啊，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啊，就城裡面的未婚未育。2003年6月大學畢業後，因身體原因一直待業在家。而徐新蕊的父親、母親分別於2003年、2012年去世。這樣的話，徐新蕊就變成了一個無近親屬，就沒有直系親屬了，僅有旁系親屬，也就是舅舅、表姐、姨媽或者姑姑之類的啊，旁系親屬。官方說啊，這個徐新蕊母親家族有精神病史，不光是徐新蕊，是徐新蕊他媽那一支有精神病史。2017年1月4號，也就是徐新蕊啊，在進入精神病醫院之前，一直是獨自啊居住在其父母留下的房子裡面。那個他父母啊，房子的繼承權就是徐新蕊。那也就是2017年1月4號之後，他就進了精神病醫院。實際上，那在我的理解裡面，2012年他母親去世以後，一直到2017年他進精神病醫院之前，這5年他是獨自一個人過的。那根據官方的通報啊，這5年他是什麼個情況呢？徐某某在其母親2012年9月去世後，無固定經濟來源，他沒有上班嗎？陸續有居民反映，徐某某經常出現反穿衣服、長時間自言自語、莫名哭鬧等異常行為。社區於2012年11月起，也就是他母親去世2個月以後，社區2012年啊就開始關注這個徐新蕊的生活了。2003年大學畢業就一直沒上班。
班。2012年，就是9年以後啊，他母親去世，那恐怕他彻底的没有生活来源了。母親去世2个月以後啊，這個同小區的鄰居居民就發現這個舒新偉不正常，那麼社區就是幫助舒新偉申請享受低保待遇政策，並安排工作人員長期為其提供上門關愛和送生活用品等幫助。2015年10月，社區發現徐某某多次在小區垃圾桶翻找食物，身體明顯消瘦，隨即安排工作人員輪流為其送餐，並積極聯繫旁系親屬。2016年3月16日，徐某某旁系親屬與社區共同商定送醫診斷和看護問題。實際上啊，根據很多網友說法，就是舒新偉的表姐旁系親屬。舒新偉有個舅舅，似乎那個舅舅要麼就是年紀太大，要麼舅舅本身恐怕精神也不正常，就是他媽那一支啊，母親那一族有精神病史，但這涉及到個人隱私了啊。也就是說啊，最終出面幫這個舒新偉的是他表姐。那麼2016年3月16號啊，徐某某旁系親屬與社區共同商定送醫診斷和看護問題，並於當日下午送至成都市第4人民醫院就醫。2016年3月21日，就是5天以後啊，成都市第4人民醫院就醫記錄顯示，徐某某存在接觸被動、思維散漫、有原發性妄想、被害妄想、意志力活動減退、自制力缺失、社會功能、勞動能力明顯受損表現，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也就是2016年3月份就被診斷精神分裂症了啊，就是精神病啊。2016年3月30號，成華區殘聯評定其為精神2級殘疾。2016年6月，社區再次聯繫徐某某旁系親屬，就是他一個人沒法獨立生活啊，他這個精神病啊，沒有直系親屬，社區沒辦法，那就聯繫他旁系親屬，也就是估計就是他表姐啊。當然不止表姐一個，他旁系親屬應該不是一個人，有好多啊。但是啊，旁系親屬均表示無監護意願，也無監護能力，這個符合人之常情啊。你說你照顧一個這麼樣的一個精神病，這個壓力得多大呀？沒有跟精神病打過交道的，不知道這中間的這個辛酸啊。你說旁系誰還能顧得上呢？但是徐某某的旁系親屬啊，他到社區商定，由其中一名旁系親屬如社區一道代其向民政部門申請集中供養，也就是這個人由民政部門由國家來養。2016年9月7號，成華區猛追灣街道對徐某某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且無法贍養、撫養義務人，無法定的啊，就是他也沒有後代，他也沒有直系親屬，沒有法定贍養撫養人。然後經過逐級審批，2016年12月19日，成都市民政局審批同意徐某某納入集中供養。2017年1月4號，徐某某在其旁系親屬和社區工作人員陪同下，到成都市德康醫院集中供養。這個所謂的集中供養就在那兒養老啊，就是一直給你養着，生活照料、康復醫療，就是整個的由國家管理，就這麼個情況啊。這個期間，徐某某繼承取得的住房一直處於空置狀態，並且啊，這過程中啊，社區工作人員及旁系親屬多次到醫院看望，也就是說啊，他旁系親屬並不是不管他，定期還到醫院看看他怎麼樣，社區的也派人去看。那這是官方說法啊，我為什麼把它介紹這麼詳細呢？實際上就是一個根據這個徐新偉本人的一些說法和媒體的說法，還有這個網上傳言，咱們要把它對照起來看，你發現這官方說法更合理，也符合這個客觀事實。當然了，這個最蹊蹺的啊，那這中間一個導火索就是舒新偉啊舉報社出書記在那個圖書館賭博，然後後來他就去了精神病醫院。那網友一看，對吧？那很符合大家判斷呢，你這不就是因為舉報領導，對吧？然後被人陷害，被精神病。那實際上是什麼情況呢？實際上啊，首先這個舒新偉啊送到精神病醫院是2017年的事了，他2016年3月份就被診斷有精神病，後面是辦手續的吧，辦那麼長時間，給他辦低保，給他辦這個民政部門的集中供養，一級一級要審批啊，要配合啊，到2017年1月份才辦完，把他送到成都康德醫院去了。然後這個社區書記有沒有賭博，有沒有被人舉報，官方也有說法，但這個說法不重要。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這個書記即便被人舉報，或者是被舒新偉主報，我在想啊，實在他也沒那麼大能力能把這個舒新偉給送到醫院去，因為社區沒有權利把一個人送到醫院去，必須由派出所配
配合，而且還得有直系親屬，這個一定是這樣子的。當然也有特殊情況，對吧？這個是我們後面要講的，這正常流程啊。你說一個社區的書記就能隨便把一個人送到精神病醫院，這個聞所未聞啊，非常罕見。所以他必須有派出所陪同，而且還得有直系親屬。結合這個官方說法，對吧？2016年3月份，徐新偉就已經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了，已經不正常。那麼2017年的把他送到医院，我覺得啊，他跟这個書記賭博被人舉報，我覺得沒有必然聯繫。徐新偉或許舉報過這個書記也很正常，符合精神病人這種表現，要麼怎麼叫精神病呢？但是他的舉報與否跟他進精神病醫院沒有直接聯繫。我們再看啊，這個徐新偉啊，向他同病房的病友說啊，他沒有病，讓病友出去之後救他，對吧？這個病友出來之後啊，馬上就找到了這個在這一塊的知名記者，就是新華社的啊，叫吳懷軍。這個人好像關注的重點，我看到有很多報道都是跟收治精神病人有關。那徐新偉說啊，他在醫院裡面受到这個只要不聽話就電擊，強迫他吃藥，捆綁等等。然後這個網上流傳啊，這個記者啊吳懷軍跟這個醫院的就是徐新偉這個科室的主任一個通話錄音。吳懷軍給筆者提供了一份與徐新偉所在病房科室謝主任的錄音，這個錄音電話啊。那麼這個我交代一下背景啊，這個吳懷軍啊，他是冒充徐新偉的表哥，也是旁系親屬啊，問這個病房科主任謝主任呢，問這個徐新偉的病情怎麼樣，能不能接他出院？哎，這個吳懷軍不是接到了人家這個求救電話嗎？或者求救，然後他就去打電話給這個醫院，能不能把徐新偉接出來？但是他也不说他是新華社記者，他說他是徐新偉的表哥。那這個謝主任呢，我看了他的對話啊，人家說來說去意思就是說這個吳新偉是三無病人。什麼叫三無病人呢？就是無家屬啊，無直系親屬，無收入，好像這個就是這個無自我照顧的能力，大概這意思啊，就是三無病人。這個是屬特困安置在這個醫院，也就是民政部啊把他列為特困戶，安置在這個醫院，相當於民政救助的一個人。然後這個謝主任說啊，如果你們家屬要把他接走的話，那他就不屬於民政救助了，就性質就变了，就不能再送回我們這邊住院，就不屬於三無人員。那也就是說你家屬把他接回去自己治，自己就養他啊，自己去照顧他，那他就不屬於民政救護對象啊。也就是说啊，你現在是國家管他放在這兒，你把他接走了，那你就是你們家屬自己承擔責任，自己去管他，就這意思啊。這個記者啊也再次確認啊，問這個謝主任說，你們這裡住院有什麼優惠？那個謝主任說啊，因為現在徐新偉啊屬於三無病人，屬於流浪救助的，就是特困的人員，然後民政局所以都接管了。然後最後這個記者問他啊，說我要接他出院需要什麼手續？那個謝主任就說了，你當初怎麼送進來的，你就是現在就怎麼接走，也就是當初你是哪些人送來的，就是那意思就是啊，当初是社區還有派出所加上親屬，對吧？三方一起送來的，那也現在你三方一起把他接走，大概這意思啊。因為這個謝主任他沒有明說，記者說啊，說她是一個女孩子，還沒結婚，老這麼關在精神病醫院也不是個事啊，這確實也是啊。那問題是你現在把他放出去，誰管他，誰看護他啊？他那個記者和那個醫院的科室主任對話，大概就這意思啊。那麼就目前這個情況，我來說一說這個徐新偉這個案子啊，大概率啊，這個不是什麼被精神病，他確實就是精神病。就是我們回憶一下啊，就關於徐新偉這樣的事情其實非常多，但是他每一次在網上都會引起熱議。一個是我記得是4年前吧，湘西女教師啊李甜甜，當時我也做了好多節目。這個李甜甜前一陣子很詭異是吧？傳出來她在小日子下海了，這當然這是傳言啊，我也沒辦法核實，我也沒去說這個事情，真假難辨。李甜甜去了日本，也是網上說的，先是被精神病，第二個就是應該是去年吧，江西是吧，有個女的也是好像是大學生吧，然後說警察呀要辦她，然後又是被精神病，後來又是对吧？你根據官方的通報，還是這個媒體記者走訪當地鄰居啊，基本上判斷啊，他就是精神病。還有其他的案子啊，就是最近報道的這些有社會影響的、引起轟動的，確實也沒有被精神病的。所以我通過這個媒體記者對吧，就吳懷軍的錄音，吳懷軍自己說的，還有網上只言片語啊，再加上官方的通報，我以我的這個我對精神病人的了解啊，我覺得徐新偉他就是精神病，沒毛病啊，不是被精神病，因為他這個表現症狀就是個精神病。他一旦被送進精神病醫院以後啊，他就會呼救啊，他精神病醫
因為精神病的人呢，他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他清醒的时候，他就認為他受到迫害。你看看那個江西那個女精神病，對吧？他自己還拍抖音、拍視頻，特別正常。所有人看了這個，他說這麼一個人怎麼可能是精神病呢？思路清晰，對吧？說話比我還利索，口齒伶俐。所以這就是很多網友啊，很多這個很難辨別的地方。他不發病的時候非常正常。當然了，根據每個人的這個症狀啊，有的人恐怕就是嚴重一點，有的人輕一點。首先啊，遇上就是得了精神病、精神分裂症這種，這就是不幸，沒有什麼好辦法，就是早發現、早治療、早受益，越早越好。正規治療，愈後啊，說不定能好一點。根據個人的病情啊不一樣，有的人基本上能控制住，看上去還算正常；有的人恐怕控制的差一點，偶爾會復發；有的人終身要服藥，要人看着。現在條件好了啊，過去農村裡面很多人就是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因為當時醫療條件就那麼多，家裡人發現的時候一些異常啊，他不重視，也不叫不重視，就不知道，直到他這個已經完全異常了啊，才發現他是精神病。那個時候已經晚了，吃藥對吧？那也只能控制，那怎麼辦呢？家裡人只好拿鐵鏈子給他鎖上，鎖着腳，鎖着脖子，要不然他亂跑，這第一個。第二個，要不然他會傷人，會攻擊人。農村裡有沒有那個對吧看護條件？他就是父母在，或者下面有孩子，也管不了他。他發病起來連父母都砍，要麼就走丟了。你說真要走丟了，誰還找他呢？少個累赘，所以就是悲慘啊！就是一旦得了這個病，就是悲慘。實際上，徐新蕊啊被民政部門供養是他最好的歸宿啊！你把他給哪個家屬，哪個旁系家屬都受不了。你要知道啊，照顧1天2天可以，照顧1個月也可以，照顧1年也可以，但是你這樣毫無期限的往下照顧，你不絕望啊？他才40歲，也就是說，我更傾向於啊，這個是網上啊，還有這些記者、這些律師搞錯了。實際情況就是徐新蕊他就是個精神病，他現在被這個民政部門供養是最好的結果。那我們要說的就是為什麼這樣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所以說啊，說來說去就是塔西佗陷阱，就是公信力沒了。你社區就是做的好事，那大家也不行。這個事情你不能怪網友，也不能怪記者，更不能怪那些熱心人士啊。相反啊，正是因為有這些媒體記者，對吧？有这些律師，各界的熱心人士，有他們監督，對吧？有他們積極參與，才能讓這個事情啊大白如天下。從這個事情可以反映出啊，大家擔心什麼？擔心就是被精神病，每個人都擔心。那為什麼好好的要擔心這個呢？那說明生活中有啊，一定是有人啊被精神病過。10幾年前，對吧？有一位捕快，對吧？六扇門的，差點被精神病，他自己跑了，对吧？這個就說明生活中肯定是有啊，要不然大家會擔心嗎？至少或者每個人懷疑自己保不齊要被精神病，所以每個人很關注這個話題啊。所以我們要知道，就為什麼大家關注這個話題，為什麼大家這麼沒有安全感，這是問題，對吧？第二個就是你就是社區派出所做了好事，對吧？這個我可以說啊，這個成都市啊，這成華區這個社區啊，派出所是盡心盡職啊，盡責做了一件好事。但是為什麼網友一質疑，對吧？大家就都懷疑他塔西佗陷阱。具體表現啊，就是網上有人質疑的時候，這個政府響應太慢，應對呢又適當，刪帖子，對吧？不讓人討論，捂嘴，你這樣欲蓋彌彰，這樣就叫此地無銀三百兩。本來你幹的是好事，對吧？你不讓人討論，那人家更懷疑你這裡面有貓膩，更加懷疑你。實際上應該做的是積極應對，對吧？第一時間歡迎社會各界人士，你願意去醫院看的你就去看他，而不是对吧？捂蓋子，而不是說把它遮起來，不讓人參與。要歡迎這個，尤其你像人家新華社的記者，對吧？這是官媒啊，應該讓人家去看，对吧？讓人去採訪，公之於眾啊。所以這種應對啊，導致大家更加懷疑。我相信啊，這個官方通報一出，像我這樣理性討論說啊，相信這個認為官方通報站得住腳的人，我覺得不多，很多人疑問還在。也就是這個事情你怎麼解釋？你解釋不了，你為什麼要刪人家帖子？你為什麼不讓人說這事？你還不是有鬼嗎？所以你沒法自證清白。你心裡沒鬼，你為什麼對吧？要限制討論呢？所以說啊，即便他前面做的是對的，做了好事，對吧？盡職盡責，但是他後面的應對實際上是負分。所以無論是這個湘西女教師李甜甜，還是江西的那個病人，還是今天這個徐新蕊，網友啊，在涉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不要帶情緒啊，不要過於焦慮，十有八九要翻車。尤其是不能聽這個患者的話，要多聽一聽他周圍的鄰居，跟他有过打過交道的人，尤其是啊長期生活在一起的人，聽聽他們怎麼說的。鄰居反映的吧，衣服反穿，喜怒無常，在垃圾桶裡翻吃的。
這些多多少少都是精神問題。我記得江西的那個女病人嚴重到什麼程度啊？你看她拍的抖音，对吧？那非常正常，但是她實際上已經嚴重的樓上樓下鄰居全部搬走了，惹不起她，崩潰了。所以最後我想說的是啊，這也是对社會治理的一個失敗。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什麼時候啊，像這樣的事情不再被大家懷疑的時候，那就說明你這是治理的成功，你有公信力，對吧？你說什麼大家都信，現在說什麼大家都不信。你做好事履職盡責，大家也不信；貪污腐敗，反正大家就是不信，公信力缺失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